百工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我伫鞋仔店讲台语。现代人啊，拢有几粒双鞋，像厝里会有衬拖啊，也是讲水里白。啊，若运动有运动鞋，正式的场合有皮鞋，若要轻松咧，嘛有凉鞋。那安尼啊，咱去拣鞋仔时，会用到什么款的台语对话咧？安怎拣才会当拣到上适合咱的鞋仔？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啊，对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相关的对话。伫鞋仔店内面啊，咱一般拢是直接去架仔顶面拣咱介意的鞋仔款啊。等到拣到咱介意的鞋仔了后，咱就会问店员讲啊，请问这双鞋敢有我的寸尺？寸尺就是鞋仔的大小，后人讲啊是 size 啦，就是英语讲的 size。这时啊，店员会问咱讲啊，你拢穿几号的？咱鞋仔的 size 啊，有几种无同的算法，看你惯势倒一种拢会使哦。有经验的店员啊，家己会换来换去，算出鞋仔的大小。像咱会当讲啊，我拢穿26号半的，安尼啊，店员就会甲咱摕适合的寸尺来互咱试穿咯。那鞋仔摕出来了后，店员就会问咱讲啊，穿起来敢会伤严、伤垮？这时啊，咱就会当按照试穿的结果啊，甲店员讲伤严、伤垮，还是拄拄啊好。安尼啊，假使讲鞋仔咱有介意，总是色水无满意，咱就会当问店员讲啊，这组鞋敢要有白色，还是讲啊，这组总共出倒几色？安尼工作人员就会甲咱讲，阁有啥物无共色的鞋啊？有时啊，工作人员嘛会甲咱讲啊，这双鞋敢若纯黑色，白爱吊货哦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啊，因这间店白色的这款卖了啊，纯黑色的。若是你要买白色的，伊就会替咱对别间分店调货过来。安尼啊，就爱等几啊天，看咱敢有要等咯。等到一切拢讲定，钱付了以后，咱就会当欢欢喜喜，甲新鞋仔穿回去厝里。安尼敢是真心实咧？复习，这双鞋敢有我的寸尺？你拢穿几号的？我拢穿号的。穿起来敢会伤严、伤垮？这组鞋敢阁有白色？这组总共出几色？各位观众朋友，伫鞋仔店讲台语，有影是心实的代志啊。后抓买鞋仔时，就会当试看卖哦。今仔日咱的百工讲台语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